介绍我们这里溪口的周围交通建设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掌声欢迎陈公府副理出场。上山古名是溪口百年老树，不是凊彩学袂到，你以后学兵马来教。溪口街改做变牙市，花莲拢袂杂色。乌暗面刷臭豆腐，上山到人圣诞夜，唱新歌互大家听。柴头捷运新建设，溪口花莲古文化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，欢迎大家来遮佚佗食物件。哎呦喂，阿孙仔呀，今日是啥物日子？放学转来，我爱念歌诗哦。阿公啊，今仔日学校带阮去坐捷运的，上山车头本来就是真侪人。今仔日又搁是捷运上山线新开端的日子，规上山变啊老的滚滚，敢亲像过年的。遮尔啊好康哦，校长阁会带恁去坐捷运哦。谢谢，搁有啊。今仔日咧坐捷运的时，老师搁问阮讲，溪口伫倒的地号名？大家你看我看你，无人敢知影。尾后我雄雄想着阿公顶摆教我的歌诗，我就是讲上山，想要讲真正互我摇着呢。阿孙仔呀，阿公家己的歌诗，毋是凊彩学白斗的哦。迄是咧讲咱上山几啊年的历史啊！是吗？我哪会拢毋知影？阿孙诶，你毋知的代志还阁真多咧。上山的历史久久长长，哎呀，你毋知袂要紧，你来甲阿公问，阿公一定会甲你讲，故意头仔去举来，坐咧阿公豆豆仔讲互你听。啊，阿公啊，你阁要带猪头皮啊？嘿。猪头皮是怎无油的？安尼毋通讲话遮无礼貌。阿公讲过是正港猪板油油咧，众人无路通人知啊。敢有影？那安尼，阿公紧讲紧讲。好，上山古早名是叫做溪口。三仙老公仔飘有100年的历史，是袂当黑白讲的啊。三仙老公仔飘。来。就是恁校门口迄3丛100年老树啊，伊是咧保庇恁学生囡仔上课平安到读册啊。阿公啊，你嘛知影校门口迄3丛100年老树？老师讲，这3丛100年老树的名是刺桐阿嬷、不老生、甲万寿翁。这我知，过来咧。好，再来就讲到上山妈祖经，乌面妈祖保护恁社。地动千里顺风来护驾，保庇信众平安免惊吓。啊，这我知啦，阿公你讲的是上山妈祖经啦，阿母拢带我去迄边拜拜保平安。哈，真好。咱再来讲甲古早时家人依然甲上山13庄的人，拢嘛爱走来溪口街，无论是坐船、骑车、行路担担。拢嘛走来做生意，花莲拢卖杂济，大项细件生活用品，拢嘛爱伫溪口街做买卖啊。所以古早有一句话咧讲，来去家人担土担，转来溪口当皮单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哦，无怪，上山咧古早就真闹热啊。毋对，上山遮哪有船通坐？古早若要坐船，就要到即摆彩虹桥下口有一个渡船头去遐等船啦。毋过尾啊，家人何无法度开船了后，搁再加上对大潮埕到家人的铁路开通，溪口街就渐渐失去了光彩啊咯。无怪，迄边的路标写渡船头，原来是即个意思啊。廖河街古早名是叫做溪口街。阿公啊，这我哪会拢无听你讲过？戆孙的啊，上山的历史久久长长，讲甲你把喙手好拍甲啦。敢有影？我都是囡仔，哪会发喙手？
好啦，袂法追究，袂法追究，咱阁继续来甲讲落去。咱阁讲甲上山教堂旧名叫做石口礼拜堂啊。哦，你莫看了无点哦。虽然伊是尾仔才阁定起的，啊，毋过八界朴素，传导济世精神，也阁伫咱大家心肝底啊。原来教堂较早是马街朴素起啊，厉害厉害！我敢若知影教堂有人咧唱新歌做礼拜，毋知影有这段的历史啊，是真正无讲拢毋知呢。嘿啊嘿啊！哎，恁公司哪搁咧提上声？要来去洗牙齿哦。哈哈，阿妈咧甲咱话，咱赶紧落地来洗牙齿看文化。好啊好啊，我上爱洗牙齿，咱紧来去。好，各位朋友、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再见再见！我们来洗牙齿看文化，拜拜拜拜。